亮，目光瞬间凝聚，像在铜片上的琉璃，透出白雾似的光流，美得惊心动魄。这件作品《生命之源》来到生命的源头，其实万物啊，从这么小到这么大的一个宇宙哈，都是由造物者哈，所谓那个殊胜的力量所创造出来的。创作者的身上也透着神秘气息，取名晨光白，每件作品都像在出售梦。光就是爱，就是生命的力量，对不对？哦，也是一种恩泽。对对。所以其实整个创作都是在表达这个，就像在欧洲教堂里洗涤身心的圣光，晨光白的向往凝结在光束中，也传递一种能量。其实它对人的脑下垂体会直接造成一个分子、原子的振动频率，然后它就会产生一种情绪上的波动。那这个情绪上的波动，后来有人把它当做一个医学治疗。美此刻连接着一丝现实，就像艺术创作难脱离生计的考验。晨光白的艺术团队隐居苗栗山林中，努力着让创作火苗热火不灭。所以做艺术创作难免的还是会有所谓糊口的经济压力，是，对不对？会。所以我用来面对困难，要怎么样面对挫折？平常心就好，平常心就好，对不对？平常心就好，对不对？还是不能让现实压垮了你的创作能量。也是，对。晨光白的作品让大家看到了光的表情、温度和情感。他的梦想在光影中流转，也希望光之花、光之火、光之能量继续在人们的心底绵延绽放。爱用的来面对困难，平常心就好。爱用的来面对困难，平常心就好。